规定要来看到咱台视新闻的独家报道，想要领养宝贝动物，结果因为伊是独生仔查甫，袂当领养。有民众伫咧领养的网站想要领养猫仔，发觉讲普文的规定就是独生仔查甫袂当饲，互伊感觉起码只有够歹，认为讲看独生仔无目的。原来伫咧日本规定更加严格，毋若是独生仔查甫超过65岁，共款是袂使。一般认为讲，因为较无时间会当陪宝贝动物，嘛较无能力会当照顾。圆润润的目睭，猫咪看起来真古锥，互真侪人想要来饲。毋过，煞有民众真有爱心，想要收养，煞互人拒绝。一名姓廖的查甫人，进前伫咧收养的网络顶，想到即只面圆圆的猫，想要来收养，但是顶头煞写着禁止独身的查甫。那就还有剩谁可以养？就只剩下你有房有车啊。我们也不是说会就是虐待猫或者什么的，个人感觉就是先预设说我们。就是会不负责任啊！感觉家己有经济能力，会当来照顾这只猫，但却因为是独生，甲查甫都互大细目。其实送饲的人嘛有其他的考虑。我们有遇过案例，就是说，就是男生可能不喜欢那个动物，然后会虐待那个。因为独生的人互认为无时间，加上烦恼独生的查甫人会将宠物当作是礼物。分手了后，产生放杀无要饲的问题。另外，学生、长者因为无经济能力、甲照顾能力，可能嘛会互拒绝。伫咧规定搁较严格的日本，独生也是济岁高龄的老人，嘛是袂当来收养，更加是诉讼的代志。我们这边是没有规定这个，但是只要你符合我们那个上面20岁，然后不是黑名单，毕竟养一只动物大概是15年以上的事情啦，对。必须你经济能力许可啊，我们不希望他说动物出去之后又被丢进来，这样子对人跟动物都是很不好的。因为唔是政府会当管，要送饲还是收养，只要双方同意就会使。但民众要收养进前，还是爱考虑家己的能力，莫因为一时的冲动来造成危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